好平常时，就是叫接一寡舞台剧、编剧甲演员的工课。我最近发现，一个自由工作者上重要的，就是你爱好好啊观察、感受、思考。 身躯比所有的人事物，因为你永远拢唔知当时会出现真正的趁钱的头路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因为一开始根本就遮无 case， 非常非常的善食。各位有偌善食，顺哥食善食。Thank you。哇！有你自己的过关啊！拄则笑了上大声的孙哥。啊，个人感觉伊油脂减一粒，因为一般油脂有2粒嘛。嘿，啊，若减一粒，这边个较轻人会活这边啊。嘿啊，所以拄则拢安尼。对，无问题。我感觉你的表演，但是你着爱较定着咧。那比如讲，我咧骑脚踏车，正常。但我开始要闹练的时候，我才开始闹练。啊，无你为头前到后壁拢闹闹，唔通家一个听嗨。哦，因为安尼，因为你捌看过讲一个道步在楼顶跳镜头跳到吐，都是敢若咧坐船落迄个人啊，巴肚会救驾，人会无爽快。安尼袂使啦。所以你爱桥定着，但是要闹练的时候会使闹练。